来看咱台湾的消息，这个疫情期间，各地一直传出讲有居家检疫还是居家隔离的人呢，出门违规的事件。伫台北市就出现头一件出去2摆，互人罚钱的案例。这个查甫人伫20时出门拼粪扫，搁去卖场买物件，互卫生单位罚1万。想不到4天后又搁违规出门，互人罚5万块，同时被移送到集中检疫场所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就提出警告。即卖手机的监控绝对好，这违规的人走无路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受到居家检疫或者居家隔离，若是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。台北市有一名男子拢苦劝袂听，2次违规外出被开罚，我送到集中检疫场所。伊伫2月13对中港澳入境，原本应该爱居家检疫到27，但是伫20月就走出去倒粪扫，还佫去卖场买物件，随后被查到罚1万。想袂到4天了后又佫走出去啊，被李干事甲警方现场轰炸发现，除了单罚5万，佫爱送到集中检疫场所。现在都是用手机监控，他只要离开那个区域，现在的手机都从后台直接警政就会接到通知了，就是现在是无所遁形，不会因为他违规而多增加2天吧。黄珊珊强调，违反居家检疫规定，一律比照办理。目前台北市卫生局对2月初2到25已经开罚67个人。另外，针对小巨蛋演唱会这大型密闭组织的活动，台北市目前也未下禁令，敢会加做防疫的漏洞。小巨蛋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是因为我现在把它取消，我没有档期给他，那这个东西会有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的问题。我们朝向大型密集场域尽量避免，甚至延后取消的方向走。小巨蛋的大型活动会照个案来处理。每天有1万多人进出的市政大楼已经加强防疫。3月开始，民众直接公司一定要通过红外线体温监测，才会当进入市政大楼，保障民众甲市府员工的安全。